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德国快艇评准事件，关佩玲去到立法院报告，那也是不管这报告名称有改，不过关佩玲认为这是一桩处理案件而已。台股受到美国影响，今仔日开盘是规个证券收在19385点，但这阵的股价也出现升关，来到725块。但是友邦海地首都有2件加价和乌道攻击，4000名犯人走出来，这乌道和警察对决，上无有12人死亡。德国快艇伫金门并准事件，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召开委会，也有立法会官员进行专案报告。不过，调查立委说，针对着停书发言的顺序起冤家，害这期会议呢是前半点钟。国民党团也不满这海巡署甲报告标题，对金门弄准案件改做是处理中国快艇事故。海委会主委关佩玲是强调，这件事故起因就是要掠无准名、无证书、无登记的非法渔船。开始质询进程，那条立委先伫主席台客座一队为定数发言顺序大声争论20分钟，因为海巡署将报告标题由金门弄准案改做处理第6级快艇事故案，引起国民党团不满。不过海委会主委关佩玲又原定调，这个事故起因是处理中国违法三不准。这是一个三无船舶越界捕鱼。海巡署执法案件，谢谢主委，您的时间已经到了。今天的专案报告，其实呢，我们只看到6月，实在是让招委还有在场的委员们有一点叹息。海巡署备询的是讲，全部名称涉及责任归属，会影响后手双方谈判，所以有所坚持。也头一摆对外讲出司法状况，指出迄当时中国专家高速正法被查缉，佮配当不良操作不当造成标准，强调海巡绝对无调工弄局，佮较全力救援。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责任的归属。他说：“你们自己都这样讲，那你怎么能怪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雷达的航机跟影像？所以刚刚的这些资料全部都交给检调了。那如果是他讲的高速这样子垂直撞到他，那他是早就应该退掉了，他退掉了。”海巡署甲中国代表团已经进行15摆协商，有原无共识。传出中国要求咱国海巡人员到中国接受讯问，就美国证实这件代志，也毋过表示伫沟通了后已经化解，咱国也会做好护士，也毋过立委也积极，海巡安怎特别出这块影像？当天我们密录器是够用的哈，但是当天这艘船它本身的配备就是一个 V8。海巡兄弟们到底现在有没有1人1台的密录器供他们自行做使用？目前不是这样配备，好，目前不是这样配备。那不是这样配备的话，其实我认为这就有行政上的。关佩玲回应未来会调向一人配备一台密录器改进，对于设备补救的问题，也规划开2150万，买平均一台大约7000个台制密录器。那立法院公防也有插曲高金数媒，再去公开关佩玲的回息的信息，内容讲到海巡有真侪关注民动人，洪改头想要用原名升迁，讲话更改全部名称，关佩玲服务人也公开向高金回息的，高金表达接受，一直讲完成全部厘清真相，这是当前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国际机场的南跑道对车衫开始封起来进行年度整修，只剩北跑道会当使用，所造成真侪训练机帮无法度顺利起工，甚至这时间会去前掉。有旅客就表示讲，伊等5点钟啊。交通部长王国材宣布，这整修的时间缩短，提早到今暗时12点进前，就爱甲做好势。修理工程继续伫进行，桃园国际机场南跑道车衫封闭进行年度的修理，敢若剩北跑道提供起工，造成无人机转降到高雄机场、甲松山机场，甚至延误起飞，引发旅客不满。应该是2个小时半以上，风向有改变，然后机场没跑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上面又盘了快4分钟吧。是延迟了多久？大概是5个钟。会不会耽误到回去的行程？当然咯，就是大家都不大乐意看到这种情形，真的很无奈。机场的历史受到真大影响，机场公司讲，车衫航班量是698班次，航量偏悬，受到敢若只有一个跑道运作影响，所以讲到2场的航班陆续出现无同程度延误情形。机场有12班转降到其他机场，休息陆续有转来。2场航班的准点是53%。航班的一个离场的损失的比例，昨天是53%，那今天已经
提高到19。那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航班转降的情形了。这次超过2天就变成影响面扩大，所以这种经验我会要淘机公司未来在施工计划上面能够去评估各种的施工方式。不过，当年例行的修理是拢有的，飞机起降班表也是进前都拢固定啊，唔是突发的事件。过去也拢唔捌发生过这严重的脱机的状况，这也互外界批评，机场公司是不是螺丝松去啊？最修是算是例行性的，那会出这一次的状况，相信是他们在内部的工作流程或者一些警示系统出了问题。航空公司的班表作业上必须要有一个时间，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也许这个协调的时间可能要再拉得更长一点，甚至可能5、6个月前就来做这个沟通协调。这是一天总共647航班，有敢若一个跑道每小时起降容量是30架，有啊未少航班延误。机场公司讲，大大部分的增加流量管制、航机过开的时间，减少伫空中等待时间。也来交通部长王国材也宣布，税收的缩短时程提早16点钟，预计提前到暗时12点完成维修，恢复双跑道的起降。记者综合报道。发生这货车弄入去八岛分住所了后呢，各地头的警察局也拢有强化措施。亲像台北的派出所警察局呢，因是伫咧门口停一台警察车，也若分临时放护栏。警政署长黄明昭今仔日也表示，拍算以后警察局的设计头前拢爱做楼梯客啊。警察车靠正平停，离门口较近。原本另外一台停伫对面，就也换停到大门头前。因为东湖派出所正对大路，无楼梯挡条咧，就惊互人挑工开车弄入来，效果就不堪设想。全台各警所就拢推出防护做法。大门头前放一个护栏，我哋关警方甲辖区内底13个高风险的驻地，拢先放一个护栏。台南真济派出所用警察车挡掉咧，也过花莲的吉安分局大门头前敢若停3台的警用机车，互人怀疑安尼敢有效咧？甚至警察内部的信息要求动人值班，袂使看桥，袂使耍游戏。洪批评出代志了后，伫检讨基层。不是说一味的要督勤，然后要有一个惩处啊，这样是非常不宜哈。在安全维护的部分哈，厅舍的一个起造要有一个阶梯式的一个比较至高阶梯式的一个观念。伫八岛分住所发生互人开车弄入来了后，警界要求强化驻地安全。这是警政署长黄明昭是说明，最后建议的作为，亲像建筑设计，门口必须有亲像楼梯这种较悬的起造，也甲升降条也个护栏列做考虑项目。只是基层的警察认为讲，必须对源头来提升安全的防护。长期来说，你其实还是要去做出一个那个驻地设计的准则。有些那个警用建筑是在那个十字路口，那它就是假设要撞，就是真的就撞进去了。对，那是不是交通位置也要考虑一下？对全台各驻地尽所做做法，就交警政署建议方案。警察工作看要推动协会讲，虽然对其有帮助，也不过建议应该对选驻地所在，也个建筑设计这方面来建立一套统一的原则，全面通盘改善警察特困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有半导体股 AI 股带头，美股有起，台积电也对咧起超过4%，带动台股8日一开盘就冲悬，这盘中上悬有来到19333点，落尾是起369点，收伫咧19305点。台积电是起36块，出现725块的新价效。金管会主委黄天木表示，台股对于年初到单的起的情形，伫咧亚洲内面，敢若输日本尔，加上台股有基本面，算是真稳定的。顶礼拜五，美股持续冲悬，其中辉达超美股价大起4%至5%，台积电美国准托平证 ADR 股价则伊嘛大起4.06%，激励台北股市的早盘开18952点，台积电大起指数开悬走悬，国家金融股尾盘点火，盘中指数大起将近400点，上悬来到19333点，佫创新纪录，中场起369点，收伫19305点，成交量是4853亿。盘烟当盘主角的台积电中场大起36块，收伫725块，创下新关价，市值嘛超过18条。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咧反映讲，台股本益比21.17倍，算是稳健，毋过有4大变数要注意。
台股大盘创历史新高，台股前行还有可能遇到这个暴风劲雨呢？我想这个 AI 产业的基本面应该也是大家看好的。不过，国际间其实今年对于地缘政治、美国的这个调整利息的利率的时间，乃至于通膨这些，还有比方中美贸易之间的一些问题，还是会有一些变数。除了台股创新关键，日经225指数伫科技股的领军趋势开盘了后，虽冲到40201点，是历史上头一届冲破4万点的大关，到尾也起到40314点。不过因为4万点大家有趁紧卖，总共是起198点，收伫40109点，创下历史收盘新关键。黄天武讲，台股为年初到即马起价幅度敢若输日本，显示台股的表现稳健。今年 AI 产业伫全球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热度。对台股有正面的帮助，但是美国因后降低利息，对国内资本市场可能的影响。伊讲，一般伫国际上，认为降低利息对资本市场来讲是比较较有利。降息当然对资本市场相对来讲，大家就觉得有更多的诱因嘛，但是过去这1-2年，整个利率在比较高的情况下，台股也有它相对的表现。另外，国发会公布1月份景气定号，就代表稳健的青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27分，创下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国发会讲，显示咱国内景气也是维持有较小落。记者综合报道。那讲这交通违规比较较轻的，公事部要甲记点煞引起争议。交通部有招相关的团体来座谈，达成初步共识。讲这罚金伫咧1200块以下，小型违规未记点，而且无开放检举。不过，路权团体针对无要记点这部分，因是跋倒认同，认为会看修法的情形，才决定敢要去立法院抗议。交通部建议未做无记点引起外界个讨论，行政路权团体甲职业驾驶团体伫交通部的邀请之下参与座谈会，只不过这场会议来得伤突然。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突袭的行动，因为在礼拜5的下班时间才发出开会通知，礼拜1早上一早就要来这边开会。那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会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想要把我们这些团体当他的橡皮图章吗？过水，糊弄一下就好了。受邀出席职业驾驶代表表示，行政甲驾驶应该理性科学讨论，兼顾交通安全甲驾驶的生活。到底是道路交通设计的不良所造成的违规，或者是今天我载的乘客要求我这么做的违规？我们应该先把它理清楚之后，再来去做全面性的检讨。座谈会了后，初步共识出来，除了交通部会提供道路合理临停加停车空间，另外包括违规停车、骑机车使用行动电话等1200块以下项目，未来无排除拢会达至未做无记点、无开放检举。最高罚款上限1200元以下，这相关行为违规项目而有被纳入记点项目的检讨，限缩不予民众检举。相关修法检讨的面向，初一摆是由原会送入行政院。交通部强调，环境盘点爱民意沟通，各地方政府检讨黄线比例部分已经在处理，也会找相关团体讨论。也不过路权团体对无记点由原表达无认同，表示未来会看修法的情形，各到立法院抗议。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今日邀请卫福部也有行政院食安办公室，针对着苏丹案事件进行专案报告。第立委拢批评这食安5权根本就无效，卫福部的动作也拖刷刷，是因为去年5月这卫福部就伫咧边境验到这中国的咸姜粉有致癌的苏丹红，所以拢无搭配检验。立委也质疑讲这边境查验的骹手无够，敢发度替人民来看顾健康呢？苏丹红毒辣椒粉风波继续扩大，都连海底捞、惠王调味料也着标，引起消费者的惊吓。对此，调查立委拢批评，卫福部动作上慢。婚姻官2月初7就接到民众检举，制成公司伫制停技术违法添加致癌的苏丹色素。卫生单位刷拖2礼拜才开始稽查，而且相关违规产品，即马市面上也买到。2月7号接获通知，20号开始动作，你觉得这个速度够不够迅速？其实到处都还买得到。这些这违规的批号一定要先下架。
另外，也有立委批评，即摆是按风暴遮尔大，就是边境无修好。卫福部去年5月就发现有一批进口辣椒粉验出苏丹红，因过一直到今年3月，才采取只要验出苏丹红，遂停止输入查验。不过老高位已经拢总入来啊，而且边境检验欠能力，安怎来监督？每一个人都要求查验的比例增加，然后他加班加到爆肝。结果也达不到啊，因为人就是不足啊，部长。好，这部分的话，第一个正式人力，我们会再来跟院这边来争取。试水员强调，已经针对中国输台辣椒粉无合格21间出口商甲制造商暂停受理进口3个月，未来也会将违法工业原料添加甲食品的行为列为高风险产品。像苏丹红，只要伫边境一检出，就会100%搭配抽检。记者综合报道。新北环状线的板新站，之前有一个民众倒伫咧电扶梯的抢花顶头，讲安尼显示伫咧模仿洗可怜事实。事实上呢，伊这个行为已经是违法了。新北的捷运公司表示讲，会当依照大众运输法上悬罚7500。一位穿乌衫的查某人爬上手扶梯，倒伫手扶顶面一直洗，同齐朋友哪翕哪笑。伫手扶梯咧耍，也将画面铺上网，搁较讲家己的梦想就是做洗灯术士，互袂少民众一直讲行为伤过危险。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好玩啊，就是会危险，让过路人觉得没办法过，然后又觉得说什么这怎么可以这样子玩？震撼的行为发生伫捷运新北环状线的板新站，就算手扶梯是可谓有大惊喜，也一直有广播语音提醒查某人当作是无听无看的，家己算家己的。将手画好好势，脚徛好在。手扶梯中间禁止白的告示，查某人无当作一回事。新北捷运公司表示，行为已经触犯大众捷运法，相关会当罚7500块。只是大众运输系统过去一直出现旅客离谱行为，亲像将无聊当作是趣味。很好玩是吗？火车铃声响起来，车门关起来，前一刻，民众伸出无影卡，也有人伫捷运到站了后，趁到上落车的人旁，算带队接力，喊过代志一直发生。交通学者表示，这人往往知影违规，也毋过调工袂做。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好，所以他才要以身试法嘛，引起这样的一个注意嘛。如果有这个人这个事件出来，你当然就要处罚。伫大众运输咧算，学者分析，这个人求见光博版面，其实无论是铁路法还是大众法，拢会当依法开罚。建议主管机关，只要有人犯无妥当的行为，千万唔通结果化，以防一寡人更较猖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东区的中英路顶悬呢，有不少公车站的设计真奇怪，主要是因为这公车的停车区前后拢有路树，跨度公车根本就无法度停入去。地区民众若准备坐车呢，司机就敢若会当把这车停在路径，车身一半是伫咧车路顶头，安尼是真危险。交通局表示讲，因会赶紧来研究，也会做这空间的改善。这个公车站看起来参一般拢相像，不过详细看等公车站的所在，锁入伫咧2丛树仔的中央。这是台南东区中英路，今后民众反映这搭公车站设计有顶搭，公车站若双边有路树，车站跨度无够，佮加上前后边拢有围红线，但民众会手要坐车，公车司机敢会当违法停点路径，也造成定有塞车的情形。但是我就之前骑过去的时候，公车突然停下，我就再给它装上去了。危险的对吧？就挡在那边太麻烦了。公车都只能到那个快车道才能靠近，有人举手才能靠近那个。这又会很困扰啊。对啊，都会怕会旁边会跑掉啊。其实唔干那这个，沿中英路行，嘛有侪公车站，因为路树关系，地主公车无法度挖站载客。交通局回应，主要因为市区道路拢较早发展，所以路面顶头才有真侪路树。因讲会佮参相关单位做盘点，未来佮针对公车进站的动线空间做改善。今仔日这个所在，假如讲干部叫这边，会当来。到三工，
把树啊做一个调整，伊用好了后，我差不多各用1个月的时间来把这个设备做一个调整，对，当来完成。先移这旁边比较小的树，我们移到我们附近的公园或是中央分割岛上这样子。在地里长讲，这个大樟树至少50档以上的历史，是讲若为着公车站要撤树也是刷树，并不是大家拢会当接受。这阵工务局今年计划先刷公车站后边较细丛的，就尾才由交通局甲公车站刷来遮，互公车好挖站。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旗山这间约翰翕相馆是在地头一间的翕相馆，头一代头家张约翰对日本时代创立到今已经有90年了，是真侪老旗山人的回忆。不过因为这翕相馆的建筑不伤过旧，目前已经停业，车股就要拆，未来会变做啥物，也阁唔知影哩。旗山这间翕相馆门口是真热闹，大家坐伫家2个头前拍破啊庆祝翕相馆90岁生日。这间翕相馆对老旗山人应该袂切分，因为日本时代就有，伫旗山在地已经90档，店内也是保留日本时代传统翕相的设备。阮爸爸后辈，佮接我的手翕彩色，即马彩色到手机啊，我落3代。这间翕相馆创办人是张约翰先生，1933年以来旗山发展，后来日本人引进相机，张约翰也开始研究摄影买器材。伫日本时期是旗山头一间翕相馆，后尾由第2代张守德经营，因也已经87岁了。伊讲翕相馆是承接家族3代回忆。因为80-90档的历史哦，阮爸爸呢一手经营出来。当然爱怀念的。张家子孙青山迄天特别落南庆祝，因为已经要100年的老店伤旧上，爱拆除重建。在地旗山人知影消息，也感觉唔甘，想起过去家己结婚的相片拢伫遮翕的。这间店有旗山人共同的记忆。那我结婚相拢因翕的，像老古迹啊，无多时代变迁，你无贴也袂使啊啦，对不？基本上现在外面是没有这种照相馆的，所以这次他要改建的话，应该是算觉得蛮可惜的。张家第3代表示，店内100年翕相设备已经安置好势，改建工程按说明年完工，未来敢会继续做翕相馆，目前也未决定。记者钟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咱的友邦海地，因为首都太子港伫当地车子就发生正严重的加格攻击事件，当地乌道去攻击首都2间加格，甲4000名犯人放走。警方也含这乌道发生枪战，尚无有12个人死亡。一寡乌道佫呛声讲要改掉换代，甲现任的总理换掉。加路边庆祝一直大，警方甲武装帮派激烈交火。加勒比海多数国家海地当地星期日暗时，首都太子港发生严重的降格袭击案。一间主要降格甲附近一间降格当中2间受到武装帮派袭击，造成将近4000名犯人趁机会逃走，有10多人因此死亡。这阵将近100名犯人烦恼家己的安全，有关留伫降格内底，其中嘛包括涉嫌暗杀前总统摩伊士的哥伦比亚籍的退伍士兵。Anoche fue una situación muy difícil. La prisión, el motín, sí, corría peligro en nuestras vidas. Lo que hicimos fue resguardarnos. Muchos disparos, estábamos temerosos por nuestras vidas. Nosotros los colombianos no debemos nada, nos quedamos en nuestras celdas. 事发了，海地政府已经宣布，首都甲周围地区近日72点钟紧急状态实施宵禁。外国媒体报道，这个案件是当地帮派举着联名做的。这帮派掌控太子港北城的区域，领袖这日企业不是特勤警察，外号是 BBQ。外界认为，伊牵涉到最近几档真济大屠杀的案件。为顶个月29开始，伊宣布要发动袭击，诉求推翻总理亨利政府，连续几天攻击当地警察局、机场，真济航空公司就因此取消航班。Nak mande polis nasional da ici, nak mande militaire yo, pour yo prendre responsabilité yo, arrêter Ariel Henry et encore une fois et pas peuple qui élimine nous, et pas nèg Gaza qui élimine nous, arrêter Ariel Henry pour nous libérer pays ça, n'a pas Jean Noir sorti grand.
海地前总统梅士在2001年7月受到暗杀死亡了后，由总理亨利代理总统的职务，到暂时已经真侪届拖刷总统的选举。在欧邦暴动进前，亨利已经被去东非国家肯亚寻求联合国的安全部队去海地协助慰安。发生尴尬事件了后，总理办公室嘛发出声明，谴责武装分子以外，嘛向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哀悼。广西新闻台是董炳玉。来看基隆东华商场的证据，基隆市议会今仔日要讨论这则案件。不过压力定也是无要伤量，市长谢国良是一直到下晡才顺利报告。谢国良是强调检方已经伫咧真完全按路，也强调市政府是为着基隆的发展，选出上好的厂商来经营。连夜议员要发现党团随发动攻势，假牌要去基隆市长谢国良的边仔抗议，哪里发生冲突？议长董主义宣布休困，缓和气氛。基隆东华商场争议，市议会召开临时会讨论，连夜议员阁准备刷轮机送予谢国良，考试以强制点到商场。2月1号凌晨，带着警力去破门这件事情，我想请问一件事情。这跟帮哪个厂商维护？如果今天前手厂商是微风，下手厂商是别人，我们一样会这么问。检调已经主动介入侦办了，向市政府要资料了，要谢国良市长触伤案的所有资料，也要了林佑昌市长触伤案的报告资料，查结果出来，看是林佑昌图利 NET， 还是谢国良图利微风。连夜要求市政府提供招标文件，佮说明点交动用警察的过程证据。不过那样要求市政府先说明前市长林佑昌任内东华商场 OT 案变更做ROT 决策过程，那里对呛谢国良一直到下晡才顺利上台报告。他虽然已经用 ROT 的方式来收取他的商场费用，但是对于基隆市政府来说，它依然还是只有 OT 一个基本停车场加1楼商场的收入。谢国良讲，前一届招标为 OT 模式改做 ROT 模式，闪权利变动金，予市政府无收入。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希望检方查核清楚。伊嘛讲2个基本原则：第一是对慈善爱捍卫到底；第二就是诚信招标。市政府是为了基隆发展，会选出上好的厂商来经营。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职棒头马巨人队来台湾比赛，拜6礼拜这2天呢，伫咧大巨蛋超过6万的球迷去看比赛。不过也发现讲，这大巨蛋呢会漏水、电负腿部伫咧行的问题，机关是呼吁市政府爱主动调查，远向公司也会失礼。市长蒋万安表示会赶紧检讨。日本职棒头马巨人来台交流赛，拜6连2天伫台北大巨蛋登场，初二可是迎来头一摆满场，超过3.7万名的观众入场应援写落历史。不过场内除了漏水、落小雨，入口动线表示无清人客人，小扶梯更加是停止运作，多项欠点引起哪力议员同齐批评，包含漏水、标示等等的细节，却完全没有监督好，这个简直是把脸丢到国外去。近期也应该要安排满载的压力测试，重新检讨整个配套措施。去年12月初，亚锦赛在大巨蛋举办比赛的时候，也发生过漏水的情形。而当时远雄给的理由就是管线结合不慎造成漏水并且承诺会全面的盘查跟检查那没想到过了3-4个月，到这一次巨人队来台的交流赛，还是发生多处漏水的情形。议员认为，事先无做满载压力测试，等到第2交流赛才头一摆满载，呼吁市府应该主动调查，毋是专相信远雄。小来罗小虎远雄回应，初步研判是空调负荷较重，造成管线接头泄漏，已经替受影响的民众换座会，佮表示失礼。因为管线结合问题嘛，所以受影响的人数大概就只有10个人可能抱歉这是我们的责任后续我们当然会不断做检讨。台北大巨蛋它是一个 BOT 案，那远雄已经在进行后续的营运以及售票的活动，那台北市政府的角色就会持续的给予各项的协助，并且监督，而且会要求未来活动主办方以及远雄要落实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蒋万安表示，刷落来
也会针对过去2天发生的欠点，调集跨局处进行总检讨。北市体育局回应，初二比赛了后，随盘点欠点，要求主办单位远雄巨蛋公司随调整。比赛了后，也会累积不足的所在，甲改善作为，提供予中华职棒代理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厝的计数一直咧欠悬，民众无奈表示讲买厝是愈来愈困难。不过根据内政部的统计，112年全国30岁到49岁民众有32%的人有家己的厝。专家认为讲，这少年人有厝，无代表因有才调买厝，真有可能是分财产继承来的。高房价时代，想要买厝实在无简单，民众也真无奈。应该买不起吧？要有一个富爸爸、富妈妈。当然是偏高，如果靠自己的话是比较难一点。负担重的，我觉得租房子可能会比较舒服。第一，你的薪水现在连吃饭可能都顾不上吧，再加上如果是工薪阶级，养孩子真的很麻烦。不过，根据内政部统计，去年青壮年人口713万多人，其中约229万人名下有房产，主体自有率大约32%，比2018年的21%5年来增加约11%。不过，专家认为，青壮年有厝人口增加，无等于是有买厝的能力。青壮族群拥房比例上升，不代表说青壮族群就越来越买得起房子。很多青壮族群买房子都是靠上一代或者是家族资金的澳元，部分的比例是来自于这个长辈呢赠与或者是离世之后继承的一个房屋物件。民团也观察到，2018年到2020年之间，以继承遗产栋数来讲，增加超过3成6。透过买卖来处理厝大约1成左右，也就是讲少年人透过继承来处理厝的比例加数量逐年提升。很多年轻人他必须是要房子跟孩子2选1，整体的购物负担能力的部分，其实这5年来也是不断的在恶化。那即便是买房的年轻人，我们也可以从数据中看到，就是说面积是越来越小，而价格也是越来越贵。廖定辉进一步分析，以过5年的房贷负担率来讲，大约提升6%左右。一般家庭负担房贷比例为3成6变做4成2。另外，房价所得比也都是唔占啉几年买的基础，是为2018年的8.82年到2023年的9.86年，加大约1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这日超高龄社会时间是愈来愈紧。根据着内政部的统计，全台湾22县市超高龄的县市，搁再增加2个，就是基隆市和屏东县。65岁以上时代占总人口2成以上。台湾有超过1/4的县市进入超高龄社会。基隆里民活动中心一寡长辈倒伫诊疗床，当伫拍送经路，都连社区大楼外嘛四界看到长辈当伫开讲，差不多真罕的看到少年人。我们也75岁了左右了，所以说我发现我们这边的高龄很多了。如果人口老化的话，相对他们的压力也变大嘛，变成一个年轻人要养好多个老人。基隆市民的烦恼不是无道理。以内政部统计数字来看，因为小资化影响，今年基隆市总人口都有2成拢是65岁以上的长辈。基隆市政府推出专人关怀来因应超高龄人口结构。最高的目标就是达到共融，让长者在他最后的这一个比较高龄的阶段，他在生活方面、社会参与方面都能够很顺畅，没有障碍。其实，咱台湾伫2022年都已经有4个县市是超高龄社会，包括嘉义县、台北市、南投县、甲云林县。今年佫新增加基隆市、甲屏东县，等于是这6个县市，每5个人都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老年人他越来越多了，越需要在这个区块有没有给老年人更多的讯息啦、活动啊？一寡屏东县民有感受到人口老化，专家提醒，台湾有超过1/4的县市是走入超高龄，爱积极发展 AI 也是数位转型，才会当解决少年劳动力市场欠缺的问题。另外，政府财政税收逐年减少，这原来是考验。因为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它的税收可能因此而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它要花在银发族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社会保险或社会救助的支出会增加，所以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一个财政。专家预测，咱台湾可能还未2025年超高龄社会都会提早报道，未来研发产业加幼儿青年产业结构可能有变化，呼吁政府爱量在因应。记者综合报道。
3月初四是世界大考日，卫福部表示，大考是慢性疾病，即含生活形态有牵连。一半以上的民众拢坐咧唔叮当，成年人有大考的几率呢有9%成，而且目前10大死因有8项呢含大考是有牵连的，而且这囡仔也袂当上过大考，若准安尼生会去影响到发育。过去老一辈定来讲，细汉大考毋是大考，毋过医师警告，细汉大考可能带来健康危机，那可能互高血压、糖尿病提早发生，也可能性早熟、胃抽管。这个跟它的荷尔蒙的代谢是相关的。那我们肥胖的产生的一些相关的荷尔蒙，可能会使得性早熟比较容易产生。根据卫福部国健署调查，台湾国中高中生体重过重，也有大考的比率达到3成，平均每3个青少年就有一个体重超过标准，而且超过7成伫大人了后继续大考。这甲民众的生活形态有关系，因为近半数民众常常坐咧拢无叮当。大人大考比率5成，民众10大死因内底8项甲大考有关系。那长期大考未来发生糖尿病、肺质无正常风险，比一般人悬出3倍。隐性的肥胖，可能他是 BMI 正常，可是他的腰肚子比较大，他的腹内脂肪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比较高。这一群人也是需要去做防治的。怎么让员工在职场中透过更多的科技智慧的导入，以及居家环境的设置，让他们的这个运动成为一个普遍的氛围。国健署强调，今日大考防治的重点会甲劳动部合作，鼓励企业用实际行动响应健康促进政策。因为国外研究证实，推动工作场所健康的促进，能降低员工离职的比率，并甲愈甲工作意外，创造劳资双赢、健康多赢正面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主办的国际自由车宽带公路比赛是亚洲规模上界大的自由车比赛。今年对七十开始，有来自42国家的选手，也有24个队伍参加。这场比赛也是争取巴黎奥运参赛机会正重要的一场比赛。国际自由车宽带公路大赛是予国际自由车总会认证的赛事。今年2024年宽带公路大赛参加的队伍有24队，选手来自41个国家，台湾也有6位选手组成国家队参加。其中国外的选手也真有实力，有6队2级别车队参赛，会使讲是今年的比赛才值得看。我们的24支里面有6支是2级车队，这个也是历年来最强而且最多的，其实后面都还有很多在补位2级的，包括一般的职业车队，还有国家队都很。今年国际自由车宽带大赛为70开始，连续5天，头站是台北市，落南会经过5个城市，最后一站是高雄，中间也是输赢的关键。高雄的路线是为佛光山来出发，总长要150公里，沿途会经过六股、旗山等等区域，选手也会当欣赏台湾的景致。大树、旗山、美浓、六股、甲仙，以及等来燕巢，我等来咱的这个市区。总共伫高雄有9区的这个范围，会当互这个选手沿途去看到咱高雄这真美丽的这个风光。文化局表示，今年也拄好是巴黎奥运，所以这场自由车宽带的比赛是选手重要积分赛。也提醒民众，若是拄着管制，爱听现场沟通的指挥，除了袂影响选手，也会使替因加油赞声。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苗栗较偏乡的所在，拢爱靠公车往回市区。不过，新的客运伫苗栗偏乡有12条的路线，按算伫咧年底进前要分时间甲伊停起来咯。县政府表示讲，除了会请公路总局协助招标以外，也会协助各乡镇公所申请轻服巴士。人客伫车站大厅准备要转换公车到苗栗其他乡镇，也我听讲今年底会有12条公车路线的取消，讲真烦恼交通会更加不方便。就坐计程车啊，对啊，包车比较方便了。主要打的都是老年人。哦，这样子。对，所以缩减对他们来说也不方便。新的客运伫苗栗境内大开12条公车路线，也过到今年底就要取消。其中5655、5656、5657、5658。也有5664这5条路线，已经业者表调也要接手，正正伫筹备。不过，也有另外7条路线，对于顶个月初7公告，1个月期限即要到啊，到时阵也无业者想要来标。客运载客人数整个雪崩式的下滑，也是影响到他公司的经营。不希望事业体那么的庞大了，对，所以他
公路客运的路线释出，但是它还有一些市区客运。新竹区监理所讲，新竹客运除了外继续经营苗栗关，也有新竹县市甲桃园这总共54条路线，主要也是受到大环境无好了钱。也若以苗栗来讲，受到影响有南庄、西潭、大湖、道南，也有东芦、通霄、三湾这7个乡镇，官府也开始来应变。我们就希望说，是不是可以请这些有经过的乡镇的公所能够以森林幸福巴士来做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替代，大部分的公所是都有借接到的啦。官府讲停开了后，直接上受影响的就是偏乡老大人甲学生的族群。除了辅导各公所向公路总局申请办理幸福巴士，也甲公路总局讨论加强现有的路线来保障民众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诗人杨子干甲这几年创作187首的台文诗，出版做一本小可休困一个台文诗集，内面唔但有人生的观点，也有社会进步的观察，希望用台文入诗，让人会当感受到台文诗的文雅。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去。用台语念离别的将进酒，诗人杨子干伫新册发表会，向大家来绍介伊新出版的台文诗。创作就是要看你的内容，伊内容适合台语，还是适合台文？台文的语音甲读音是无共的。像我拄读离别的将进酒，敢前3、4句你就听得出来，伊毋是台湾，毋是台语，它是台文。这本台文诗册作品当中，杨子干展现出诗文的多元性，有在地人物的记录，搁用诗文来编曲。你写的对象无共款，开口就应该无共款。如果你敢若纯粹敢若追求讲口气、开口，然后无照顾到诗或者是文章的质，安尼台语要推广就困难。特别是咱家己这个小所在、小人物啊，互伊写落去啊，细条路、细项物件，伊也甲写甲活灵灵，拢有生命的存在，这是互我真感动的所在。这本小可休困一个，有得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补助，内底187条诗是杨子干这几冬以来的作品，希望会当透过诗册出版，互更较侪人来认捌台文的雅气。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了要让囡仔自细汉就欣赏艺术文化的意识，文化部推动经费补助，让艺文团体会当去申请入去学校内面推广。类别有包含着这表演艺术、工艺，也个文化资产等6大领域。有艺文团体就希望讲，这个补助唔通讲今年有，明年就无，就要延续落去，对艺术的推广和传承，才有久长的效果。老师带学生家己动手了解传统的木工安怎做，这是台湾工艺美术学校和国中合作的工艺课。除了木工，嘛有金工、上菜等等的推广课。创办人表示，因推广台湾传统工艺已经20年，目前有5个学校参与文化部艺术入校的推广课程。用因家己的方法，家己用伊的手开始做一寡物件，这是咱即马伫迄教育内底上欠的部分啦，所以就想讲，安尼做真好，爱互学生为细汉就开始了解这工艺，伊后摆大汉了，伊才知影讲这工艺有偌水，会去用这工艺物件安尼，会晓欣赏。理论台南嘉义结合东北家长英国嘛有摕到文化部文化体验的帮助，伫咧侪学校开新种课程，希望讲互囡仔来认捌家长文化。因认为透过教育来减少家长对北家长的误解，这嘛是做社会沟通的观点。我没有想要让我的小朋友就是真正学会怎么跳八家将，其实是会有这样子的家长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学期也在想说，要不要把它变得有点像是选修。
比如说艺术选修课程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学校试试看，就是我们这礼拜有开画脸课，就会变得比较像是回归到体验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这礼拜有画脸课，有兴趣的班级可以来参加。文化部这个补助计划受行到3月底为止，工艺美术学校和结合动动表示，这款学校课程和单纯1-2点钟的推广活动真无同款，上无有1-2个月的时间，让学生有深刻的理解。伊嘛希望这个补助莫今年有，明年无。就爱延续落去，对艺术推广和传承较有长远的效果。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今年春分是保育类南路用过境彰化八卦山的时阵，根据着彰化县野鸟学会观察，讲这几年南路用的数量真稳定，拢有25000只到3万只会出现伫咧八卦山。学会就举办净山活动，邀请民众大家做伙来捡粪扫，要用上界清气的环境迎接这阵上北的渡潮。一人一个粪扫袋啊，开始伫路边捡粪扫，一困仔的时间就满满一袋。这是彰化八卦山观赏南路用的所在。彰化野鸟学会特别伫春分，用要来进前举办净山活动，邀请民众同齐摒扫环境。本来的对环境是最有兴趣的，那想说进山比较少参与到，所以就想要带孩子来一起进山，也为环境尽一点心力。分头伊是有内底有1万支的迄个纤维，一只鸟啦食落去一丝啊一度会窒息会翘起。所以，迄个分头啊是最重要的，袂当黑白蛋。今年3月开始到清明左右，是南路用过境台湾上北经过八卦山的时阵。彰化野鸟学会观察南路用已经30多年的时间，要了解这阵渡鸟出现停留的时间有啥物变化。彰化八卦山脉其实是愈来愈稳定，不管是像我讲的南路啊这种过境的。还是讲像大关、红头，其实固定伫咱八卦山即马的数量拢足稳定，而且嘛是讲有愈来愈侪的即个现象。古早人咧讲南路用14000，这是因为早年保育观念无普遍，民众违法掠南路的情形真严重。不过根据彰化县野鸟学会观察，这10年来南路用的数量稳定，表示山若环境若有顾好好，用仔自然就会出现。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真侪民众爱爬山，之前捌传出讲台湾乌熊走入去山屋去找食的物件，而且最近佫再传出讲这3级保育类的姜仔虎呢，也出现伫咧山屋和步道，甲这爬山民众砸来的食食抢去。林保署台东分署就呼吁民众，这歹仔就要顾好势，唔通互野生动物食惯死咱人伫咧食的物件。海拔3000多公尺的嘉明乌山区，高山比较吸引真侪登山客来爬山。也毋过最近山友去嘉明湖的步道上，煞拄到2只姜仔虎，趁山友休困的时阵，拍开因的牌呀，要找物件食。刚放好的时候，旁边的背包就已经有黄猴要跑过来，要找东西吃，我就是稍微驱赶了一下，但是他就是应该是我走了之后，他应该是还是有回来了。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最近嘉明湖山屋管理员也发现姜仔虎拢伫山屋也是野地，家破山友的牌影，偷走食物的情况，呼吁山友伫步道休困也是住伫山屋，爱将食物包好，避免发出气味。晚上休息的时候，把食物包好，尤其是有气味的，然后再来把整个背包把它吊挂起来，不要就随意置地在地板上。其实，伫南怀公路开放专扫通车了后，就发现姜仔虎伫路边粪扫堆内找物件食。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这款的情况会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能力，而且姜仔虎愈来愈向低海拔地区活动，呼吁去山区的民众看到野生动物爱离较远的，也爱减少提供人类食物的机会，避免人类甲野生动物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国内头一只自然有新出世的这个鸟形福宝，初三伫咧爱宝农园是最后一届和民众见面，因为照规定呢，这福宝伫咧4岁之前爱送回去中国，搁再生产后一代。真侪民众排队排超过6点钟，为着是要搁再看到一届福宝。福宝唔知今仔日是最后一天上班，伫真侪游客面头前大喙客滴啊，外口还佫较侪人咧等，要一摆甲伊讲珍重再见。告示牌已经显示等的时间差不多还佫280分，接放时间甚至还佫等400分钟。啊，不过游客依然真热情。 아침에 새벽 5시 반부터 와서 기다렸고 이제 가면은 언제 볼지 모르니까 아쉬워서 왔어요.
独立三星集团所属爱宝乐园的福宝，2020年7月20出世，是南韩国内第一只自然受孕的鸟禽。根据中韩之间签订的相关保护协议，海外出世的鸟禽爱在4年内登中国，所以为3月初4开始，福宝会隔离1个月，确定伊健康、检疫管理，随时会进行以上人的适应训练。 이제는 이곳에서 푸바오를 볼 수가 없겠구나. 푸바오가 올랐던 나무들, 푸바오가 앉았던 벤치나 어떤 침상, 그리고 푸바오가 타고 다니던 어떤 플레이봉, 그리고 푸바오를 위해서 심어주었던 유채꽃, 이런 것들을 푸바오가 못 본다고 생각을 하니까. 福宝是中国鸟禽外交的延伸。福宝的爸母乐宝甲爱宝2016年为四川送去南韩。福宝出世了后，就受到大家喜爱，称作超级动物名称。根据爱宝乐园的统计，为2021年1月初4，福宝开始甲大家见面，到即马起因550万人次。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 溪南到新竹对16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34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